我嚟問你一個問題先，我希望你好誠實咁答你自己喎。你有冇試過一個經歷就係咧，你講完一句説話，然後講完之後大概2秒到啦，你就開始後悔，唔係後悔咧講出口嗰種慢動作嘅後悔，而係嗰種我啱啱講咗啲乜嘢啊？一種好驚訝自己嗰種感覺咧，好似嗰句説話根本就唔係自己講，係個身體嗰種不由自主、不受控爆出嚟嗰句説話嗰種嘅狀態。或者有冇試過可能係同你個伴侶啊、小朋友啊講咗一句好重嘅説話，講完咧對方聽咗嘅時候咧，其實樣都變埋啦，或者個樣 freeze 咗到，或者小朋友爆喊，而你企喺嗰度嘅時候，身體有種聲音度話唔係啊，其實我唔係想咁講㗎，我都唔知自己點解會咁樣講。嗱，如果呢個狀況你經歷過，我首先想話俾你聽，唔係因為你係一個壞人，並唔係因為你唔夠體貼，更加唔係因為你係一個衰嘅媽咪，更加唔係因為你唔夠錫你嘅小朋友，更加唔係你修行未夠，咁係因為咧當下你嘅大腦被挾持住，而呢件事我自己都經歷過，亦都曾經發生過喺每一個人嘅身上。咁今日我哋想認識下呢個 kidnapper 嘅名啊，以及更重要嘅係嗰3秒鐘嘅窗口，你究竟點樣去運用佢？神經科學家 Daniel Goleman 喺佢嘅情商 Emotional Intelligence 本書度提出一個字，叫做杏仁核挾持。呢個詞咧後嚟變得好流行啦，因為佢好精確咁樣描述咗一件咧每個人都經歷過，但又講唔清楚究竟係發生緊咩事嘅一個狀態。咁杏仁核係咩嚟嘅咧？佢係我哋大腦邊緣系統一個咧少少杏仁形狀嘅區域，佢主要嘅工作係偵測到危險，任何可能傷害到你嘅事情，佢會係第一個發現嘅。佢嘅速度好快好快，比你嘅理性思考腦，即係前額葉皮質，再快多大概200毫秒左右啦。咁可以講話就係大概1/5秒。喺好遠嗰個時代咧，嗱咁好有用啦。隻老虎衝埋嚟，你個杏仁核喺你個腦都未諗清楚，究竟咩動物咧？我應該點做咧？你個身體已經喺度跑緊啦。呢個叫做戰鬥或逃跑嘅反應 ，fight or flight。咁但係問題係咧，你個杏仁核未有辦法區分到真實嘅生死威脅啊，定係我感覺到小朋友唔尊重我咧？嗱，對呢件事嚟講，只要你感覺到威脅，其實無論係隻老虎衝埋嚟，定係你個小朋友喺度反你白眼，其實你個反應係一樣嘅喎，都會係你身體入邊大量嘅釋出皮質醇、腎上腺素，令到我哋嘅身體咧進入一個準備備戰嘅狀態，同埋讓理性嘅大腦前額葉皮質暫時退咗落嚟。咁其實喺呢一個咁輕機嘅狀態，嗱，你嘅 intellect 啦，即係你嘅智慧，你嘅溝通技巧啦，所有你知道，我知道應該點處理嘅所有知識咧，其實嗰刻全部輕晒機嘅喎，剩翻落嚟就係我哋最原始嘅反應，嗱，大聲啦、攻擊啦，或者完全 shut down 咁樣。其實呢個過程咧，就大概係3至5秒內發生，而呢3至5秒就係你嗰個 window。呢一個窗口入面，你能夠做嘅一件事情就係阻止杏仁核挾持你個大腦嘅發生。但如果你唔嘗試去阻止，咁你嘅杏仁核就被挾持，後面發生嘅就係咧被挾持下嘅狀態下嘅你嘅行為，咁嗰個真係唔係真實嘅你。而嗰件事就係咧點樣打斷神經信號嘅路徑。嗱，我將呢一個今日呢個小工具叫做一個暫停掣啊，個 pause protocol。其實好簡單嘅啫，但係咧你需要練習到佢變成你個 muscle memory，因為咧你要用到佢嗰刻，你個大腦未有時間思考好我要用咩 tool， 佢就要自動咧識得自己去做呢一個 pause protocol， 撳個暫停鍵嘅咯喎。嗱，pause 掣咧就只有3個動作，3個嘅啫。嗱，第一個動作就係咧你雙腳
踩地，就字面嘅意思咧，就係感覺你雙腳踩地板嘅感覺。你嘅腳踭、腳掌、腳趾去感受翻地板嘅硬度，去感受重力將你往下拉。嗱，呢個動作咧會將你嘅神經系統嘅專注力咧，由嗰個觸發點拉翻你嘅身體回到當下 present moment 嘅空間。好啦，第二個動作咯，一個長嘅呼氣，記得唔係深呼吸，係長嘅呼氣先，將嗰啖氣咧慢慢比你平時呼氣更長咁，慢慢呼翻出嚟。即係假如你平時呼氣會用4秒嘅話，你試下咧呼6至8秒。呼氣係啟動我哋副交感神經最快嘅方法。你嘅剎車系統，當你被挾持嘅時候，你首先需要咧係剎車，唔係再踩油。好啦，第3個動作咯，講一句 mantra。嗱，你可以自己喺心入邊默念，亦都可以細細聲講出嚟。就係同自己講，我有得揀。嗱，就係呢4隻字，我有得揀。呢句話係提醒你嘅前額葉皮質咧，我仲喺度啊！你上翻線，前額葉皮質，你上翻嚟幫我啊！你唔係咧，淨係被觸發嘅一啲生物，你唔係 animals，你係有選擇嘅人嚟嘅。嗱，呢3個動作大概可能需要5至10秒，或者可能咧15秒左右，讓我哋嘅前額葉皮質咧重新上線。而我想好坦白同你講，啱啱開始練習嘅時候咧，好多人都會發現挾持已經完成咗，自己已經講咗唔應該講嘅說話，先諗起要撳呢個暫停掣。嗱，正常噶，呢個唔係失敗，呢個係學習嘅一個部分。Even 我都經歷過呢個失敗。但係當你事後諗翻起上嚟嘅時候，其實你都仲可以做多次呢個 pause protocol， 仲可以撳多次個暫停掣，讓你嘅神經系統知道嗱，個狀態結束咗啦，我安全啦。咁如果你繼續咁樣持之以恆去練習幾個月落嚟咧，你會發現嗰個咧，你諗起點解我唔早啲做呢個諗起會再快咗少少，而呢個咧就係個神經可塑性嗰個工作。咁我都想用瑜伽哲學入邊呢一個字嚟將今日呢一個工具咧加多層意義。喺梵文入邊 tapas 火行，其實呢個字咧再精準啲去解釋就係咧轉化之火。個字嘅字根係 tap， 即係熱啦、燃燒嘅意思。tapas 嘅本意唔係要去折磨自己，而係咧願意停留喺唔舒服嘅地方，讓嗰個唔舒服嘅熱嗰個雜質燒毀，讓自己變得更純粹、更清澈。杏仁核被挾持發生個3秒入邊，就係你嘅 tapa。嗰個唔舒服，嗰個身體入面嗰個衝動，嗰個我想爆啊嗰個熱力。如果你能讓自己喺個熱力裏面停留多1秒、3秒、5秒。忍一忍，唔係即刻爆出嚟嘅時候，你就係經歷緊嘅 tapa。嗰個熱冇消失，佢只係俾你嘅意識嘅力量暫時接住咗，而被接住嗰一刻咧，佢就有被轉化、被 transform 嘅可能性啦。嗱，今日嘅 prescription， 今日嘅處方咧，就係試下揾一個咧，但你唔需要真係俾人激嬲嘅時間，即係我哋模擬下都得嘅。試下練習嗰個撳自己嘅 pause 掣，試下做嗰3個步驟。嗱，真係唔需要揾一個觸發點啊，唔需要揾人激嬲你，而就係你去練習個動作。第一，雙腳踩地；第2，長啲嘅呼氣；第3，同自己講我有得揀。練習到佢變成你嘅 muscle memory， 到你真係需要佢嗰刻，佢可以3秒自動彈出嚟。我哋都一齊試下，呢個就係今日嘅功課。記得3次，今日之內練習3次，做呢3個步驟。我哋下一次再見，Namaste。